这段呢也找到了非常忙碌的陈丽君，在他一次正好要出国访问之前，对他做了一段简短的采访。丽君你好啊，你好。我觉得今天还是挺幸运的找到你啊，最近是不是特别忙？对，非常的忙。马上要出国是演出吗？是的，我们等一下就出发了。是去哪里？是什么安排？是去伊朗，我们去参加伊朗国际宗教仪式的一个传统的艺术戏剧节，它是由伊朗戏剧艺术中心主办的一个国际性的戏剧活动。我们小百花越剧团带了我们越剧比较经典的那个故事《梁祝》《红楼梦》选段，还有《窦娥冤》。那这次为了这个展演，如果拿传统剧目去演，是不是随手就演，还是也得再格外再排练再准备？每一次演出之前我们都会准备的，就是哪怕是我们经常在演的剧目，搬上舞台之前我们都会进行一个复排还有走台。因为我们舞台上的作品跟电视剧不一样，它不能 NG。我们要保证每个演员之间的一个默契，跟音乐的配合，跟舞美的配合，跟音响的配合，所有的一切的协调要达到一个比较完美的一个契合度。所以你这一讲嘛，就是越剧的世界让大家觉得神奇有意思啊。因为最近我们看到你在这个亚运会上参加了迎宾演出嘛，亚运会只参加了这个迎宾演出吗？还有什么特别的活动？我们小百花越剧团是参加了亚运会的开幕式的，是由我们另外的同事去参演的。然后我们还在亚运期间在蝴蝶剧场驻场演绎我们那个经典的梁祝。像我准备这样亚运会的演出，我们要为亚运会在量身做一些变化吗？我们改变一些剧目的时长，本来这个剧目是大概有2个多小时，我们把它浓缩到了大概80分钟，让大家可以更轻松没有负担的走进这个剧场来感受一下越剧。因为很多观众可能之前他没有接触过越剧，按照我们传统的演法，时间会比较的长，可能会对一些新观众会觉得时间有点久，怕万一坐不住或者有这样的负担。但是这个80分钟我觉得会更让人能接受。因为丽君实际上对网友来说很熟悉啊，包括听到我们节目的很多朋友可能都看过你的一些视频等等。我代表网友先问一个问题，你肯定被问过，就是你那么美，为什么选择了演小生？就是我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我觉得是因为从事了越剧这门艺术，是我演了小生之后，是这门艺术这个舞台它赋予了我美。我本身是一个非常外向非常活泼的人然后我们戏曲是比较古典的，我觉得我跟他之间其实是有反差的。我觉得就是他融合到了我身上之后，让我的气质，我觉得就像大家说的你很美，就是这些古典的气质加入到了我这个身上之后，就让我有了一种别样的闪光点。你说是学习了这个乐曲之后它赋予了你美，当然随着年纪长大肯定人本身有变化嘛，那你觉得学戏给你带来的最多的东西，对你自己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它让我变得更加的坚毅。因为学习的过程是非常辛苦也非常枯燥，因为它有很多的程式，我们在演绎一个剧目的时候它已经是一个成品了，你可以从故事中流畅的体验这个人物的古往今来，可以体验他的情感的这个流畅的表达。但是在准备这些我们舞台上所需要的这些程式的基础的时候，都是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训练，这个训练就是需要我们有一颗非常纯粹本真坚毅的心去往前走的。走过来这么多年也相当不容易啊，因为我们看过丽君的一些表演的片段啊，我很遗憾还没有去现场看过你的越剧的剧目。你自己最喜欢演什么角色？我是希望我能够多拓宽一些自己的一些戏路，能够演各种类型的一种角色，但是因为我现在还是在一个学习的阶段，我还没有可以能够去创造一些别样的角色的舞台。但是呢，我是喜欢每一个我认真参与和创作的角色的，因为都付出了我真切的感情和思考。我觉得手心手背都是肉，我是都喜欢的。都付出真切的感情和思考。比如说演的最多的，你觉得最熟悉的可能是什么？罗文秀吧，还有五女拜寿。其实我演的更多的是折子戏，因为我曾经的那么多年经常参加比赛。
哦，那你这里面像你说你付出很多心血，可能要去融入一个角色，这个里面要去适应某一个角色，从你一般的练功到真正去融入一个角色去演，你觉得这里面要跨过什么？这种比如说演某个角色最难攻克的是什么？也可以举例子讲，也可以讲讲这种普遍的感觉。我觉得首先看这个角色是什么角色，是什么人物。比方说我曾经参加比赛重新排演的一个折子戏叫《金塔》，饰演的是一个方青。曾经这个片段珍珠塔它就已经是一个非常经典，大家都在广为流传的一个折子戏了。然后我因为要参加一个比赛，然后我们重新把这个剧本进行调整，重新创作，所有的服装、舞美、音乐、唱腔都按照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现在这个审美，现在这个理解去进行一个创排。那在那个动作上面，因为我们要参赛嘛，所以它的会加入一些符合这个人物的一些技巧。那这些技巧呢，是需要你去单独练的。当你也需要你曾经的一些积累。当你完成这些之后，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像这个人物。你所有的肢体动作，如果只是在做一个动作，那我们就是在跳舞。但是你把这些所有的动作加入自己的理解，然后变成符合这个人物当时当下的情境，符合他的身份，符合他我们戏曲舞台上所说的这种规定情景之后，我觉得这是最难也是最宝贵的。那我理解说，可能对于演一个角色来说，除了具体要怎么演怎么唱，那可能还要学习或者说去储备一些跟他相关的其他的东西，包括这方面的文化呀、文学呀、历史啊等等，是不是？对，所以说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我觉得可能真正要成为一个演绎的角色的一个人物的话，这个10年功也是远远不够的。丽君总是觉得这个自己还是一个年轻的学习者的心态啊，但是其实对于看到你表演的很多人来说，大家都觉得是非常惊艳的。就像你刚才讲的，可能很多观众，包括年轻的观众等等，大家看越剧会觉得它比较长，或者不是那么了解。那做这种小剧场跟观众互动，这个是谁的主意啊？这个是指的我们新的这个剧目环境式越剧《新龙门客栈》吧？这个是由我们毛维涛老师开启的这个先锋的想法。那他这个过程呢，是经过了新龙门客栈所有的主创的努力付出，然后这个团队也是非常的年轻，最后呈现出了这个小剧场的舞台作品。这个剧其实我是后来才参加的，一开始的时候我在参加别的那种节目的排练。我参与这个剧目的时候，这个剧目已经快要首演了，就它已经比较成熟了，然后我再参加进去的。就是我们这个剧有好几组卡司，一开始就是已经有2组卡司在那边排演，你快呈现的时候，然后我们第3组卡司再加入进去。那我也好奇啊，那你在此之前有过这种和观众互动的表演的经历吗？没有。那对你来说有挑战吗？我觉得一开始我觉得非常挑战，因为是一个从没有接触过的一个模式，我觉得非常新鲜，也非常的跃跃欲试。但是在经历的过程中，可能正是因为这种新的模式，让我可能更放下自己，好像更没有负担一些，去接触它，去感受它，然后去体验它。因为它这个模式本身也是和观众非常近距离的、非常真诚的去表达和感受，并且他们也会更近距离的给你一些真诚的反馈。所以在这个剧的演绎过程中，每一场都是不同的，因为观众的反响也不同，你给予他的也不同。其实给我的体验也是非常新奇的，因为之前表演的舞台其实距离观众还是会有一定的实际距离的。我们这个剧是直接让观众成为了这个舞台的一份子，这是以前没有过的，就是时刻在体验。时刻在体验。这里面让你印象比较深的跟观众的互动有什么细节吗？跟观众的互动吗？就是我有一个环节是要请一个观众去送信，然后呢送出去的时候去找一个千户将军，然后这个千户将军呢会送一个小礼物给那个观众，就是一个我们新龙门客栈的肉包子。当他拿到包子之后呢，其实他就完成了他的任务，他可以回到座位。有一次有一个观众和她的丈夫一起来看演出，然后她拿到这个包子之后，她丈夫说他是让你拿给他，你上去。然后我就示意她坐下，但是她丈夫一直鼓励她
把这个包子送还给我，真的很好。就其实也很考验你演员的这个临场发挥。这个也让你一下子是不是也有点意外？没想到观众是这样的。我也没有想到他会很努力的把这个包子送还给我。我觉得那一场送包子的观众他也会有一种特别不一样的体验。对，听说就是大家都很积极的买那几个容易跟演员产生关系的座位。你看这一下子就让大家对这个越剧产生了亲近感嘛，还是很不一样的哈。对，丽君，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戏？05年开始学戏的，就是小学毕业，我正式进入了专业的艺术学校学习越剧。当时那个时候你想过说我一直就要做这个，长大之后就做一个专业演员吗？这个过程没有，因为我小时候很简单，只是有点喜欢就去做了，做了之后就想做好，没有那么多的复杂的思考。但是呢，我有一颗积极向上的内心。小时候呢也不能称作为热爱，因为那个小时候根本就不懂什么叫热爱。这个是在不断的努力过程中，你也慢慢的在这条路上找到了更多的自我的价值，然后产生了和越剧的这种双向的奔赴。我觉得这是逐渐融入到一个演员的血肉中的。他不是一开始说我对他有多少热爱，我为他去付出，不是的。我觉得我是那种点滴中融入的，但是又非常深刻的。慢慢的走到这条路上来，可能一开始没有走在正中间，是不是？慢慢的越来越亲近他。因为那个时候年纪小，他不懂真正的什么是热爱，但是这种渗透型的，我觉得是更加的宝贵吧。那因为大家都说学戏特别辛苦嘛，这个过程当中，小的时候是不是也会体验比较深刻？有没有过动摇？还是说真的就是双向奔赴，一路就跑过来了？其实动摇或者迷茫都是会有的，因为这是人之常情。但是我一直选择的是坚持下去。就像我刚才说，我觉得这种渗透的力量是更宝贵的，因为苦是真的苦，没有一样你想要真正做好的事情是可以简单得来的，也无法向别人去表达到底有多少辛苦，因为这一切每一个努力的人只有他自己知道他付出了什么。因为我们都是一个普通人，不可能永远都是保持着非常好的心态和状态，永远都是正能量。他也会脆弱，也会孤独，也会觉得辛苦，也会难过。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情绪，但是我确实始终想的是我不能放弃。我可能也有会想要放弃过，但是我一直选择的是坚持下去。底层没有放弃过，对，舍不得。那可能还是像你说的这种双向奔赴之后，现在对于越剧还真的是非常爱了，可以这么说吗？对，我现在的生活里面，我觉得我90%都是越剧。我刚才跟老师聊天，我说我就是在吃饭睡觉唱越剧。哇，也是特别纯粹的生活。可以说特别纯粹，也可以说特别单调，看每个人自己的理解吧。我觉得跟每个人自身的性格也有关系吧。有些人他就能乐在其中，我觉得这样挺好，我也挺快乐。虽然很辛苦但这份辛苦里面有幸福，有价值。那因为这次我们采访你嘛，也是因为可能你自己也知道，在互联网上很多网友会刷你的视频，大家会觉得你特别帅，特别酷。在互联网上这种新媒体当中出圈，你自己怎么想这个事情？我觉得出圈、流量这些有利有弊吧。它会让更多的人去看见你热爱的这门艺术，会让更多人有兴趣了解走近，但是它也有可能会让你麻痹，让你看不清真实的本质。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保持清醒，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需要做什么。你觉得未来在这方面，比如说去新媒体的平台和更多的受众去接触、去突破，未来会有这方面的想法吗？我觉得互联网新媒体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而且现在我觉得全民都是在参与的。不是之前有一句话吗？如果遇到了什么事情，先别着急，先发个朋友圈。是，我觉得我们虽然从事的是一个传统的艺术，但是我们要跟上时代的脚步，我们会运用一切更多让人去了解越剧的这些平台去发展的。所以这里面丽君既是完成自己的这种事业的追求，其实也是在帮助我们的这种传统的越剧
更发扬光大吧，让它更走到更多人的心里。我称这为双向奔赴。你和粤剧双向奔赴，你也希望粤剧跟我们更多普通人双向奔赴，是吗？对，我希望就是让粤剧走进普通人的生活，就让看戏成为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而不是变得比较的稀有，去担心会不会有观众。我希望它成为生活的常态，成为大家生活娱乐乃至社交的一部分。成为我们很多人生活里的常客。对，让大家闲来无事的时候经常想起它来。当然我觉得当它成为一张金名片更好啊，像这次迎宾宴会，我们就可以拿我们的粤剧，我们的瑰宝出去展示给我们的国际友人，拿出去我会觉得非常的骄傲，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文化。特别骄傲是自己的文化。也谢谢粤剧小生陈丽君接受我们的采访啊。丽君最近确实非常忙，像她刚才讲到的这个迎宾演出也是在这一次亚运会的迎宾演出当中啊。那么接下来呢还会有更多精彩的剧目，那陈丽君跟她的小伙伴呢此刻其实已经在海外了，在做更多的对更多国家的这些观众的粤剧演出，包括接下来他们还会排演新的剧目来奉献给